咱们来讲讲对咱们这些的历史。这边呢，就是上一堂课结束后呢，就是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呢是问到说，在家行六法的第一个呢，讲到说就是洒扫住所，然后安布生语意象。那就是想请问一下格西拉，那我们安置生语意象呢，是每天都要重新安置这个生语意象，还是说每一座之前呢都要安置生语意象？那格西拉呢就回答到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观修的时候呢，安布好身语意象之后呢，就不用再每天去做了。就是第一天呢，我们放好之后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每天或是每一桌在观修之前呢，那先坐在那边，然后去思维，就是上师，就是去思维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身的功德，然后想象说我们安置的身语意象呢，它就是真正的佛宝、真正的法宝以及真正的生宝。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格西拉示范呢，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说就是数息观，那在讲说就是气调伏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去做气调伏？是希望格西亚能够示范一下。那格西亚呢，刚刚就为我们做了示范，就是我们先以右手呢，然后用我们的无名指，就是第四根手指头无名指，还有我们的拇指。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先用无名指呢压住我们左边的鼻孔，然后呢用我们右边的鼻孔呢吸气。那在吸就是慢慢吸完气之后呢，然后再用拇指呢压住右鼻孔，然后呢无名指放开左鼻孔，然后从左鼻孔呢就是呼气。那这样子3次之后呢，然后就是反过来用右鼻孔呢压住，用大拇指呢压住右鼻孔，然后用左鼻孔吸气，然后呢吸完气之后呢，再用无名指压住我们的左鼻孔，然后再把拇指呢放开右鼻孔，然后再用右鼻孔呢呼气，然后呢就是也是这样子做3次，是用第四根无名指压住。吸气，然后再放，吸，放，然后放，吸，放，吸，所以是这2根。第四支跟拇指。那就是我们在做数息观的时候呢，那除了像刚刚讲的，就是这种方式做呼吸之外呢，那也可以配合着观想，就是在我们吐气的时候呢，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我们所有一切的非理作意，所有的恶业，然后所有的像是烦恼障、所知障等等障碍呢，都化为黑雾，然后随着我们呼气的时候呢，一起呼出鼻孔，然后消散于空中。那在吸气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观想了资粮田，所以就观想资粮田的诸尊呢，每一个本尊呢，它所有的悲智力的功德呢，化成一道白光。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就将这所有一切三世诸佛悲智力的功德呢，然后一起吸进我们的体内，然后进入我们的心间，然后由此呢而能够升起一个殊胜的善心，也就是菩提心。那可惜啊，刚刚呢，就是说到，就是还有3个问题。那3个问题呢，就是他因为还来不及看，那所以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就是向阁下请示这3个问题，然后呢，在课就是要下课前呢，然后再做回答。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明现资粮田的部分。那我们的内文呢，就是从一开始呢，它的根本的科判就是道之根本依师轨理。那依师轨理呢，又分为说坐上修时该如何，然后坐下修时呢该如何。那在坐上修该如何行持呢？就讲到前行、正行、后行。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前行的部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就是主要讲到说，坐上修呢又分为3者，就是分为前行、正行、后行。那在讲述前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述到了就是加行六法。那加行六法里面呢，第一个呢就是洒扫住所安布，庄严安布身语意象呢，第一个呢已经结束。那第二个呢就是由无产狂呢，然后共诸共聚，然后端正陈设呢，然后也结束。那我们上堂课呢，最主要就是说透有譬如7法呢，或是8法，
那安住之后呢，升起就是殊胜的善心。那上一堂课呢是到这个地方。那这边呢就是有3个问题，那也是上一堂课呢，那就是透由英文翻译呢请示格西拉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讲说安布身语意象的时候呢，这个象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其实我们在讲述身语意象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代表。那这边呢就是有3个问题是透由就是英文翻译呢请示格西拉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讲说身语意象的时候呢，这个象代表的是什么？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身象、语象跟意象。那所谓的身象、语象跟意象呢，它就是代表佛陀的身语意的意思。因为代表佛陀身语意的意思，身语意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身象，然后呢语象还有意象。那这个呢就是由这3项呢来代表佛陀的身语意。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讲述化身还有报身呢，这2者有什么不同？那一般我们在讲述报身的时候呢，报身它的性象呢，或是它的定义呢，就提到说，具备5种决定的色身呢，就近色身，具备5种决定的就近色身呢，那这个称之为是报身。那不具备5决定的就色身呢，称之为是化身。那这是呢报身跟化身最主要的差别。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述佛身的时候呢，分为就是2身。那2身也就是说自力法身和他力色身。那他力色身呢，又分了就是这边所讲的化身以及报身呢这2种。那我们在讲述报身的时候呢，它是要具备了5种决定。那5决定呢，就是提到一个，第一个呢是身决定，那第2个呢是眷属决定，第3个呢是法决定，第4个呢是时决定，就是时间决定，那第5个呢是处所决定。那第一个呢，什么叫做身决定呢？那所谓的5决定的身决定呢，就凡是报身否呢，它也是一定是具备了32相80种随行好的这种呢，叫做身决定。那第2个呢，眷属决定。什么叫做眷属决定呢？就是报身佛的四周呢，也就是它的眷属呢，就是唯有大乘圣者菩萨围绕，就是唯有大乘的圣者菩萨围绕呢，这个是眷属决定。那第3个法决定呢，就是报身佛呢，他唯说大乘法，所以呢是法决定，他只说大乘法。那第4个时决定呢，时间决定呢，就是轮回未空之前呢，那报身佛呢，他都一定会注释，所以这个是时决定。时间决定。那第5个呢，就是处所决定。处所决定呢，就是凡是报身佛呢，他一定会安住在摄究竟天。所以这是第5个呢，眷属决定。所以呢，凡是具备5种决定的就近色身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报身。那化身呢，它就是不具备这5种决定，就是化身佛呢，它不一定会示现，就是32相80随行好，当然也有示现32相80种随行好。80种随行好的，就比如说是殊胜应化身，就像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殊胜应化身呢，它会具备32相80随行好，但是它其他呢会示现各式各样的相貌呢，然后来引渡有情，所以呢，它不一定会具备32相80随行好。那第2个呢，就是它的眷属呢，也不一定是大乘的圣者菩萨，因为呢，像导师释迦世尊呢，他的四周呢就有很多的像是声闻弟子等等围绕，所以他不一定是唯有大乘的圣者菩萨围绕。那第3个呢，就是法决定，就是化身佛呢，他也不一定只会说大乘法。就以导师释迦牟尼佛来说呢，就是他无论像是小乘或是大乘的这些经教呢，他都有讲述。那时决定呢，他也不像是报身佛呢，就是轮回未空之前呢，就是会注释。化身佛呢，就是看着众生的福报呢，然后决定说他要注释多久，所以呢，时间呢是不一定的。那最后一个呢是眷属决定。我们提到说报身佛呢，他一定是安住在摄究竟天，但是化身呢，他会在6道呢，就是各处呢都会示现。所以呢，这就是这2个最大的差别。凡是呢具备5种决定的就近色身呢，就是报身；那不具备5种决定的就近色身呢，那就是化身。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讲述到说，希望请格西拉呢能够唱诵，就是用那一种
梵呗的唱诵方式呢来唱诵上师会供，因为呢觉得透由这种听闻这个上师会供这种唱诵的方式呢，然后做观修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内心的平静还有观修呢有很大的帮助。那格西拉就很谦虚的说呢，因为他的声音呢并不是很好听，然后呢对这个语调呢他也不是很熟悉，所以呢他会请就是寺庙里面呢就是唱诵唱很好的这一些维诺法师呢，然后请他们唱诵，然后在录音之后呢，然后再转寄给大家。那我们呢就继续呢往下做解释。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主要讲述到说，就是如何正引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呢？那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那他的科判呢，就是从就是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开始讲解。那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呢，它的科判呢又分为说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还有第二个呢总略宣说修持轨理。那虽然说又分为这两个科判，但是我们所看的就是安乐道论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没有讲述第一个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这一部分，因为呢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的科判呢，它又分为6个科判，就讲到说就是所依善知识的德相，然后能依学者之相，然后彼应如何依师之理，还有依止过患，依止胜利，不依过患，还有摄彼等义呢，又分为6个科判。那但是呢，在安乐道论的时候呢，他把广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没有去宣说，他主要是从总略宣说修持轨理，而且是从这里面的就是正修时应如何，以及未修中间呢应如何，就是从这2个科判呢来作为它的根本科判而去路。为什么说是作为根本科判呢？因为以安乐道论来说呢，就是从现在的依师轨理一直到最后面的止观的部分呢，它同样呢都是可以用在就是正修时应如何，以及未修中间应如何，都可以收摄在这2个科判里面。那我们在讲述说正修时应如何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加行、正行以及结行的部分。那在加行的时候呢，讲到说了加行6法。那加行6法呢，就是第一法以及第二法呢，就是我们已经解释完毕。就是第一法呢，就是傻少住处庄严安步生语意象，以及呢由无产狂求诸共具端正成色呢，这2个我们已经讲解完毕。那所以呢，在讲到第3个加行的时候呢，就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就是第5页的地方，那就是科判之下呢，讲到说，首先前行呢，就是于适意随顺处的安乐座上行8支法，就是做譬如7法或是譬如8法的坐姿，或者呢尽可能安坐之后，那就提到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譬如8法的话呢，那就尽可能以我们觉得舒服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安坐。那安坐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提到说善于关照自心。那善于关照自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安坐之后呢，先观察自己的内心，那观察我们这时候呢是善心还是恶心还是无记心的状态。那如果说自己是善心的话呢，那当然是很好。那如果说是恶心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观修气调伏，或者说我们所讲的数息观呢，然后让我们的恶心呢能够慢慢的消失，慢慢的习除之后，那恶心慢慢习除之后呢，就变成了不善心。那有了就成了无记心。恶心慢慢消失之后呢，就变成了无记心。那有了无记心之后呢，然后就讲到说具足特别的善心之上。那这边讲的特别的善心呢，就是提到殊胜善心，就是说仅有一般的这种善心呢是不够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升起一个特别的善心呢，那也就是菩提心。那升起菩提心之前呢，就是我们要先去策发我们自己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在观修菩提心之前呢，我们要先策立自己的一个意乐。那这个意乐我们该如何的去策发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要观修依师轨理，那在观修依师轨理之前呢，就是我们要先很清楚的了解到整个依师轨理所有的内涵，就是你要先了解到什么叫做依师轨理，它的体性呢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呢，依师轨理它修行的次第呢是如何？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数量决定。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尚未观修之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于里面这些内容呢，就是要非常的熟练。那等到正式开始观修之前呢，就是先把这些呢都思维好之后呢，然后再提起正知正念呢，然后来观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在观察自己内心之后呢，然后就思维到说，我呢一定要
好好的升起菩提心，然后来观修这些法类，就是在菩提心尚未升起之前呢，一定呢要先做这种的意乐的调整。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策立自己呢，在做任何的善行之前呢，做任何善行呢，一定都要随顺着菩提心，然后升起意乐，升起这样子意乐之后呢，然后来观修发心。那至于说要如何观修发心呢，就是这边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述，就是让大家呢平时呢可以来做这样子的思维。那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先去思维说，从无始以来呢到今天呢，就是从过去是无始以来到今天呢，我其实是多时还有多劫呢，都是身处在恶趣之中。那这一世呢，因为我过去世的善行呢，我过去所造的善行呢，让我今生能够投身人生。那过去世为什么能够造善行呢？最主要呢，也是因为说是因为上师的恩德，上师呢教授了我如何的行善，如何的持戒呢，所以让我今生能够投在人生。而且呢，我今天投身在人生的时候呢，我能够思维到我从前从来没有思维过的菩提心的这些法类。而且不仅仅如此呢，因为上师的恩德呢，我获得了暇满人生，然后直遇了善知识，而且呢，能够听闻了佛法。所以，既然具备如此多的顺缘之后呢，那我对于修学佛法之上呢，我一定要去精进。为什么要精进呢？因为如果我现在不精进的话呢，那我来生呢，还是很有可能会堕落在三恶趣，或者说呢，还是会不停的呢，在轮回里面流转。那即使呢，我不在恶趣里面流转呢，那因为呢，我心绪之中，你业和烦恼呢没有尽除的缘故，所以呢，我也会在轮回里面流转。但是在轮回里面流转的话呢，其实六道有情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我们无论呢投身在哪一道呢，它都是没有一个就近的安乐的。就是你只要在轮回里面，你投身到六道的任何一趣呢，那唯有呢就是为痛苦所逼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并没有真正的安乐呢，可以让我们稍微的喘息。那想到自己痛苦之后呢，然后更进一步呢，去思维到说，其实不仅仅是我，那乃至其他一切如母如虚空般的有情呢，它也是如同我一样，在恶趣里面，在轮回里面流转。所以呢，为了自他的安乐呢，我要为了一切的有情呢而发起菩提心。那这个呢，就是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具足特别的善心，也就是具足殊胜的这种善心。那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要干嘛呢？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就是要观修皈依。那在观修皈依之前呢，我们要先就是明现资粮田，或者说明现皈依境。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升起了就是殊胜的菩提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要做皈依。所以在皈依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现就是皈依境。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呢，如是观想，就是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观想现起皈依境。那如何做观想呢？就是提到说自前虚空。那这个就提到说自己前方的虚空呢，那这个前呢是指多远的距离呢？那就大概是我们拜大礼拜的时候呢，那身体整个匍匐在地上的时候呢，然后手指尖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观想大概在这个前方的高度的虚空，所以只要说自前虚空。那有8只狮子呢，就是8只雪山狮子呢撑起的这种高广的宝座。那这个宝座呢，就是又高又广，然后呢，在这个宝座的上方呢，就是有各种就是莲花殿，然后呢日轮殿，还有月轮殿的上面呢，然后观想呢，就是体性是自己的根本上师，体性是自己具恩的根本上师，但是呢，它外相呢现出来的相貌呢，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那导师释迦世尊呢，他身上的颜色呢就是金黄色，然后呢头上有顶髻，然后呢一面二臂，然后呢右手呢是持地印，然后左手呢是持等持印。那等持印的上面呢就是有钵，那钵里面呢就是充满着甘露。那身上呢穿着的就是橙黄色的三衣，那三衣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九衣、七衣呢，还有五衣呢，就是出家比丘穿的这种三衣，身上呢穿着着三衣，然后呢端严相好，那这个相呢就提到是32相，那好呢就提到说是80种随行好，所以具足了就是32相80种随行好。那
沉静光明的体性。那整个佛身呢，它的体性呢是沉静光明的。那佛身的背后呢，就是有光晕，就是佛的身上呢自然而然的发光，然后呢双足呢就是成金刚加趺坐，所以呢就最主要呢就是观想着就是对面虚空呢这个体性呢是我们自己根本具恩根本上师，然后外相呢是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呢持地印等持印，然后双手，然后双脚呢是持金刚加趺坐。那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观想了，就是资粮田或是归敬的主尊呢是，体性呢是我们的师长，然后外相呢就是现释迦世尊的主尊之后呢，那观想呢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周边呢围绕着，就是我们直接还有间接有法缘的这些上师，然后呢本尊佛、菩萨、永护、空行、护法等智慧尊。那也就是讲到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在我们的自己的前方虚空呢，有8只雪山狮子呢，它顶戴的就是高广的这种宝座。那宝座之上呢，就是有莲花殿、日殿还有月殿呢，就是3种殿子。那3殿之上呢，就是有自己的具恩根本上师，然后外相他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像。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一面2臂，然后右手持地，左手等持，然后手上拿钵，然后金刚加趺坐，然后身放种种光明。那他的周围呢，就是围绕着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直接法缘和间接法缘的上师，然后还有本尊佛、菩萨、永护、空行、护法呢这些智慧尊围绕。所以讲到了资粮田的主尊以及主尊的眷属。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以上呢我们已经观修了就是佛宝以及僧宝，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法宝。那佛宝和僧宝呢，就是观想他们的体性呢，都是像琉璃一样的沉静、清净，然后呢都会放光。那在观想完佛宝和僧宝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观修法宝。那观修法宝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诸尊众前的圆满法足之上，就是在我们这边观修了一切我们的法缘的上师，然后本尊佛菩萨等等呢，那在他们的面前呢，就是有着各自所演说的种种的这种教法，就是他们平常呢所宣说的这些教法，然后所呈现的相貌呢，就是呈现就是一样，就是光明体性，就是像琉璃一样清净的这种光明体性的金含相。那虽然说所现的是金含相呢，但它的体性呢，其实是灭地和道地，也就是法宝。所以呢，这边就是已经讲述完了，就是我们观想归敬。那归敬上面呢，就是代表佛宝、法宝、僧宝。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明现资粮田，那资粮田呢，就是上面呢有3宝，那也可以加上呢就是上师，所以就可以观赏资粮田之上呢，就是说归经之上呢有上师以及3宝。那观赏完资粮田，就是明现资粮田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要去思维到说，就是资粮田里面的这些主尊呢，他看到我们呢，然后是升起这种很高兴、很欢喜的表情。那我们自己呢，也是意念是资粮田这些诸尊的功德，然后以及他们的大悲心，然后对他们呢升起了猛力呢清净的这种信心。那升起了猛力清净的这种信心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思维到说，我与一切呢就是如虚空的如母有情呢，从无始呢到现在呢，就是已经受了就是轮回的种苦。就是总的这种轮回苦，就是轮回种苦。那特别呢，就是别的呢，像是3恶趣的各种的这些痛苦。那这些痛苦呢，它实际上的有多么的痛苦呢，是难以测量的。那今天呢，就是我难得呢获得了，就是具备了这种义大的暇满人生。那我具备了这个难得的暇满人生之后呢，那如果说我不努力呢，然后去修习呢，如何断除一切轮回苦的最胜的解脱？那最胜的解脱呢，就是提到说能够获得上师的佛果位。那如果说我今生呢不努力呢去断除一切轮回的苦，去获得最胜的佛果位的话呢，那我来世呢就必须呢要在轮回里面流转，受这种轮回的种苦。那或者是呢要在3恶趣里面呢受这种个别的这种痛苦。所以呢，因为诸尊的缘故呢，那能够帮我从这种痛苦里面呢救拔出来的呢，就唯有眼前就是我所观想出来的，就是皈依境里面的上师3宝。
所以呢，为了我自己呢，还有一切如母有情的这种利益呢，那我必须呢要成就无上正能正觉，也就是我必须取证佛菩提，也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所以由此呢，在我内心深处呢，自成的皈依上师还有三宝。那我们内心呢是做这样的思维，那内心在做这样思维的时候呢，然后口中呢就是边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我们呢，在讲述皈依的时候呢，会讲到说，皈依呢，它必须要具备二因。那皈依的两个因呢，就是提到第一个呢，就是要对于升起部位，要对于轮回还有恶趣呢升起部位，这是第一个因。那第二个因呢，就是提到说呢，要对诸佛呢升起信心。那如果说呢，我们要做的是大乘皈依的话呢，那要具备第三个因，那也就是要具足了悲心。那现在呢，我们所讲述的这一段呢，就是从第5页的倒数第2段，倒数第2行开始呢，我与一切如母有情，无始至今呢，然后一直到这些痛苦的深度边际实难现为测知的这一段呢，这一段所讲述的呢，就是皈依的第一个因，就是部位，对于轮回的种苦以及别苦呢产生部位。那深信的地方呢，就在第6页的第一大段的倒数第3行，就是提到说呢，而能够由彼诸苦中予以救拔出来的，唯有眼前端坐的上师三宝，就是呢，相信呢，唯有上师和三宝呢，能够将我从轮回以及恶趣的痛苦里面救拔出来。那这是具备第二个因呢，就是升起信心。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必须取证无上正等正觉，故由内心深处至诚的皈依上师三宝呢，那就是具备了悲心。所以呢，这一段的内容呢，它包含了皈依的三因，就是畏惧轮回以及恶趣的心，然后呢，对上师三宝升起信心以及悲心。所以这一段的内涵呢，它将整个大乘皈依的内涵呢，是完全融摄在里面。那这边呢，就讲述到皈依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这一段的内容呢，除了具备了皈依的三因，大乘皈依的3个因之外呢，又讲到说呢，那我们可以去思维呢，就是由何道理而正皈依。那由何道理而正皈依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要去思维呢三宝的功德。那去思维三宝功德的时候呢，那一开始呢，就先去思维到说，就是上师呢，还有三宝呢，他们能够成佛呢，一开始也就是因为他们升起了就是菩提心。那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那在中间的过程呢，它透有就是6度的这种行持，就是行广大的菩萨行，那以及经过3大阿僧祇劫呢，行广大的菩萨行，那以及到了最后呢，就是成就正等正觉。从这边呢去思维三宝的功德。那思维了三宝的功德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去思维到说，因为三宝呢，它能够这样救护我们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去做皈依。那做皈依的时候呢，就一边想到说，去净除我们的这些罪障。所以呢，我们在边念诵皈依的时候呢，然后可以边思维呢，就是甘露降至这种净罪的这种方法。那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就要去思维到说呢，就是我所做的、所行任何事，或是所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要忘记跟上师呢，还有三宝做祈拜。那接下来呢，就是观修皈依的时候。那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分开来念，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好好的专修念诵皈依上师。那就一直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上师。那刚刚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做皈依的时候呢，除了念诵就是3皈依、4皈依之外呢，那也可以配合着就是甘露降至。那什么是甘露降至呢？就是我在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的时候呢，然后就观想呢，在资粮田的所有的上师呢，那他们身上呢，就是放出5种光明，就是那5种光明呢，就是5种甘露，然后呢5种光明，然后呢从
诸位上师的身上放出这些甘露的光明呢，然后从我的顶门而入。那这些甘露呢进入我身上的时候呢，然后将我过去世呢至今呢所有一切呢，就是不好好依止善知识，或是呢违背上师教戒，所有一切不如理依止善知识的这些恶业呢，能够完全的净除。那除此之外呢，那这些甘露呢，将身上的这些所有的恶业呢净除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充满我的身心，然后呢，在充满的过程之中呢，就观想说我慢慢的能够具备一切就是依止善知识的这些功德，然后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呢来做观修，然后呢边念诵就是皈依上师，然后呢，而且一边思维到说呢，因为透由上师的加持的缘故呢。所以可以让我生生世世呢都不远离，就是真正的这种大乘善知识，然后生生世世呢能够不离开这些善知识的教授。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提到说，我们可以念诵，就是边念诵皈依上师的时候呢，然后呢边做如是的观修。那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念珠念一圈就是108遍的时候呢，那可以一半呢就是做这种就是静置掉就是不顺品的这种所缘，然后另外50多遍呢就是另外一半呢就是去观修呢就是相顺于就是增长功德的这种所缘。那不顺品呢，就假如说对于我们一切就是不如理依止善知识这些过患呢，能够净除。那增长功德的所缘呢，就是提到说我们能够呢，就是让我们依止善知识的正德呢能够升起之外，那除了像是我们的寿命福德呢等等呢，也都能够获得增长。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是皈依上师。那皈依上师之后呢，就皈依佛。那皈依佛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呢，就是佛就是主尊之外呢，那主尊他的周边呢，就是围绕的就是本尊佛，所以就观想本尊和佛呢，然后也是一样。然后呢，就像刚刚的这种观想方式呢，就是降至甘露，然后就是具备5种甘露光明了，然后从我们顶门而入。那观修的方式呢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念，然后也是念108遍，那也是对于降至不顺品一半，然后呢升起呢功德品呢也是一半。那接下来呢就是做皈依法。那念诵皈依法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所讲到的，就是诸尊众前的圆满法说事上呢，是各自所讲说的种种教法，那呈现光明体性的经函，所以就观赏这些经函里面放光呢，然后也是做同样的甘露静置的这个观想方式。那接下来是皈依僧，那皈依僧呢，就是讲到说具法营的上师本尊佛，然后从菩萨开始就是菩萨、永护、空行、护法等这些智慧尊呢，然后就是放光，然后也是做同样的这种观修的方式。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念诵皈依，然后配合着就是甘露降至的这种断除恶业，然后增长功德的这种观修方式。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念诵皈上师、皈佛、皈法、皈身呢，就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净除罪业的时候呢，就是总的呢，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积的这些罪障呢，那这个呢是一样的，那就是别的部分。那皈依上师的时候呢，我们所要净除的呢，就是违背就是上师的这些言教，然后呢不信上师等等呢，就是依师回礼的过失。那在皈依法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出佛生邪等，就是沿着佛呢所造的种种的恶业。那皈依僧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要净除的呢，最主要呢是谤法业，那还有一切呢沿着法呢而造的种种的恶业。那最后呢，皈依僧呢，我们所要净除的呢，就是破和僧等呢，就是沿着僧呢所造的种种的恶业。那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总相呢是一样的，就是尽断无始以来所积的一切罪障。那别相呢，就是个别的这种思维的方式。那这是净除罪障。那获得加持呢，就是能够获得上师、三宝等一切的加持，然后也就是观想呢，他们最后呢，就是融入于我们的顶门。那以上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我们明现的这2天之后呢，然后如何的做皈依。所以，第6页的第二段呢，就讲到说，先行修习皈依，然后之后讲到说发心与4无量心之后，那我们这边呢已经讲到了就是皈依的部分。
那所以在加行六法里面呢，就是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法、第二法以及第三法。那现在是讲入到加行六法的第四法呢，就是我们现起了皈依境之后呢，现起皈依境之后，然后呢来做皈依以及发心还有四无量心。那到皈依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讲解完毕。那今天呢，因为还剩下20分钟的缘故呢，所以剩下的内容呢，我们下一堂课再做解释。那现在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发问。好，那请燕达可以出来帮我们翻译。OK， 第一个3个不同的人发问。第一个问题，如德法师前段时间教我们日常呼吸时，左鼻孔吸进众生的污浊，就是污垢 ，right？ 然后进入身体后，又从右鼻孔呼出白光，以帮助我们发菩提心。这跟葛西教我们吸进白光，接受加持，吐出污浊正好相反。所以，请问葛西，这2种呼吸方法分别是在哪一种状态下运用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请问葛西，持地印跟等持印是什么样子？持手印怎么拿拨？能否请葛西示范？感恩。然后第3个问题是，请葛西帮我们，就是如何确认谁是自己的根本上师？这是3个问题。谢谢。给你啦，等的家真顺需要有。给生月呐。呀，搞到。那说，给家真能不的了下的，定问啦，等的古秀境啊，说等的拉不约些，那说，等的东邻的等的三路当对，那空远的身间的等的地质的啊，说地处天下界，那空野巴的越加波等的七路当话界。等的三路当呢的讲线借话啦，偏给人些，讲出线借话啦，偏给人些。第当哥斯拉拿出拉亚的拿空的地质的七路当话当，加波的说拿空能落天下的，但七当落的下些，点你给切巴卡日人些，拿出南军的卡在三路当那也要有人些，只要当不的人下，只要你把的人下。这个你的。low。这个。这咱们要不生活来过完是哪样？现在老多可能是。多多的跟松亚的亚错的，说给抵制党，说抵制党女梦的，但杜安那波的七罗吞呢？商界党滚球送给进那的，那空那罗出天亚的三罗当归多。跟大跟松亚的，空错我们古小先把这老当的七当大落的下些，甚至给地质当东眼的原那空的的杜安那波的，我说那空那落出天下界，说给原点当的说，加波的南巴下呢，七落当下的，我的三落大七当落的下些，三落卡勒当那也要多些，南军卡勒普觉当那也要多些，只要当波的来下。呀，大师我讲说，只往你把的了下，第3个车当那两下车家在那开始，个下子天罗解答是，我说两下个车家只用对看那红色看着开过那的个下子天罗解释，只往你把的了下，只往孙把的。那时候给扎维拉玛说明了，第说看的他结果的是，这了，哎呀，他大一个那个的了啊，这个了，我怕东西东西的上巴了，我做我的上巴了，那个了。那这边呢，就是格西亚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复呢，就是提到说，
之前呢有一些法师呢，就是教授的方式呢，跟格西亚讲述说，我们观修呼吸的这种方式呢，刚好是相反。因为格西亚教授我们呢，就是呼吸的时候呢，吸进白光加持，然后将这些就是非理作意等等呢吐出。跟法师讲的呢，就是吸入众生的这一些恶业，然后呢，我们鼻孔放出白光呢，帮助有情呢，这两种方式呢是相反的。那请问说差别在哪里？那格西呢就回复到说呢，就是格西现在所讲述的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将一切所有的非理作意呢，还有恶业呢，从鼻孔呼出，以及呢观想呢十方诸佛的加持呢，化成白光吸入的这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观修之前呢，因为我们内心散乱的缘故，所以要让我们散乱心能够平息。那散乱心平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心绪里面呢，就是充满的种种非理作意，或者说炽猛的这些烦恼，所以要将这些炽猛的烦恼呢，以及非理作意等等呢，就是观想呢排出我们的体外，然后呢获得上师的加持，然后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去平静的缘故，所以这样做这样子的观修。那至于呢其他老师所教授的呢，像是刚刚所讲的呢，将自己所有一切的功德呢化为白光呢，就是呼出去，然后给一切的有情，然后将所有有情的罪过呢，就是观想成这些观想成黑雾呢，然后吸入鼻孔的这种方式呢，那这个呢是专门在修取舍的时候的一种思维。那这里讲述呢，取舍的这种思维呢，就是我们在修自他换的时候的思维，所以他思维的时间还有说他的目的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要观修自他换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的所缘是悲心，然后透由我们的所缘是悲心的缘故呢，所以观想一切有情的恶业还有罪障呢，然后从我的鼻孔呢，然后由我吸入，然后将我所有一切的功德呢，然后布施给一切的有情，所以这种观修方式呢，是特别是在观修取舍，就是自他换的时候的这种思维。那格西教授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是取舍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它呢是属于就是能够平息我们内心就是非理作意以及内心的不极静的这种方式呢所做的观修，所以呢，它是在不同时候呢做的不同的这种观想方式。那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做持地印跟等持印呢？那格西亚呢刚刚就有示范，就是呢我们的右手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世尊的佛像或是唐卡，就是世尊呢他双腿是盘坐金刚跏趺坐，然后右手呢是放在膝盖上，右手放在膝盖这个呢就是持地印，就是他手会超过膝盖，然后指尖好像是碰在地上，所以这个是持地印。那另外一只手呢就是平放在我们的大概齐肩那个地方，这就是等持印。那你因为手是平的缘故，所以上面是可以放钵的，所以这是持地印跟等持印。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去观想世尊的佛像。那第三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如何确立呢？谁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对于说根本上师的这种判别的方法呢，有很多，就是显教和密教呢判别的方式，其实那现在格西亚呢，就是把这个世尊的法相呢给大家看，就是右手呢，就是这个方式，就是从膝盖这个地方呢碰到地上，这是持地印。那左手呢，就是平放在其间拿钵呢，这个就是等持印。那这个就是持地印和等持印。那第三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就是根本上师。那密教判定根本上师的方式呢，跟显教不太一样。密教所讲的根本上师呢，就是比如说传给我们灌顶，然后呢告诉我们就是密续这些教授的，以及说传授我们密续口诀的这些呢，是属于密法里面所讲的根本上师。那显教一般我们所讲的根本上师呢，主要是讲说，比如说传戒给我们的，像是传授我们五戒，传授我们沙弥戒，或是传授我们比丘戒的这些呢，传戒的这些阿舍离呢，可以称作是我们的上师，或者是说呢，就是教授给我们就是如何取舍，就是让你知道如何取舍的这一些呢，可以称之为是上师，或是传授我们过龙的，就是传授我们龙口诀教授的这一种呢，也可以称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有一些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修持道次第的这一种呢？那有一些呢，也是说这些也可以算是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修行，
如何修行道次第这些呢，也可以算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就是它判别的方式呢有很多种。Now we do dedication because the time is up for today. We will keep the questions for the next class. So Gisela will answer at the next session. 那还有问题还没有回答，但是我们会在下一堂为大家做解答，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请大家一起做回向。Yang